冇反應啊，點算啊？我叫佢去下一個站，佢又唔識去，架車又停喺度，又唔識嚟接我。而家去到下一個站，竟然係咁，死啊！點算啊？點算啊？大家好啊，我係森哥哥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。咁啊，上一期海口嘅自動駕駛，如果大家仲未睇嘅，歡迎去返上邊去睇。咁啊，今日我哋繼續嘅行程就係會由海口經歷160公里，會去到下一個城市南昌。咁啊，沿途基本上都會有補給站嘅。咁啊，希望大家陪我一齊繼續呢個旅程。今日嘅旅程會由2006 Level 4自動駕駛帶我哋由海口去到文昌，途中經過海南環島旅遊公路，沿途景點包括有坐落亞洲第一燈塔嘅木蘭灣、風車海岸，仲有文昌航天神舟嘅基地。最後我哋會去到文昌嘅市中心，同上一集喺城市市中心自動駕駛相比，今次去第二個城市牽涉165公里，都係偏於郊外嘅路段。更加考驗嘅係車嘅導航能力同埋佢嘅應變能力，我會繼續投下信任嘅一票。好，行程開始咗啦。咁啊，基本上呢150公里啊，總共259分鐘啊。咁啊，呢次呢就真係第二個大挑戰啦。咁啊，挑戰啲咩呢？就係挑戰我哋呢可以喺呢大概2個鐘頭鬆啲嘅情況下呢，我想試下瞓覺，同埋想試下去部唱 K 嘅系統。咁啊，咁先顯示到佢有幾安心，我有幾信賴佢啊嘛。咁啊，另外一個比較值得要講嘅嘢呢，話喺啱啱隔離嗰隻搶線入嚟去交搭啊！咁啊，尋日客服同我講啊，架車得400幾公里嘅就係個續航。咁啊，我哋如果真係來回就接近300幾公里。咁啊，變咗呢，我尋日喺擬定嘅行程嘅時候呢，基本上咧，佢不斷都提我中間要補給，咁啊，去到最後我亦都揀咗個所謂嘅強制補給點去真係補給。咁啊，因為點解咧？呢架車咧，佢嗰個換電嘅時間咧，官方數據只係3分鐘啊。咁我都好有興趣去了解下，去即係體驗下係咪真係3分鐘可以做到換電啊？到咗木蘭灣，跟住而家咧就預備去到叫做風車海灘啊！咁啊，正話咧有架車本地人嚟嘅，咁啊都好好奇啊！見到呢架自動駕駛，咁啊即刻走過嚟同我影 video 啊！咁啊我都同佢 say 咗個 hello 啊！咁啊 OK，咁啊預備進入下一個位就係個風車沙灘。3、2、1。咁啊，到咗呢個景點啊，叫做風車海灘啊，咁都幾靚嘅。咁啊，你睇下沿途仲有好多椰樹，咁啊，再一路沿住直路都係咁嘅風車，咁啊幾值得睇嘅呢個位都。咁我諗有成20部、30部都有。
好，大家好，翻嚟啊！好特別呢個情況，亦都好搞笑啊！咁啊，行呢度咧，對面咧基本上就冇車嘅。咁我哋呢條線咧就繼續行。咁啊，見唔見到前面有個老太太揸住個電單車？咁啊，好好笑啊！咁啊，即使對面冇車，佢都唔夠膽抽頭過，一路好慢跟住架電單車後邊啊！咁啊，我就喺度睇下佢幾時先捨得過佢。哇！歷時咁耐，終於捨得過阿婆啦！阿婆，拜拜。Nice。大家聽唔聽到雀仔聲啊？實在太舒服啦！我竟然真係瞓着咗啊！我開咗個叫做小恬休息嘅模式，佢個座位咧自己躺平咗，咁啊基本上咧可以瞓咗喺度。咁啊唔得，太舒服啦！我要起身，預備唱 K。開箱，哇，好貼心，有埋個咪套，預備好啦，我哋聽海闊天空。聽大家留言咧，我冇收神州錢賣廣告啊！即係邊度估到坐幾個鐘頭嘅長途車，可以唔使自己揸不特止，仲可以唱 K， 仲可以瞓覺，仲可以完全由佢自動，邊度諗得到啊？咁啊係啊！如果大家想聽海闊天空深角角嘅版本嘅足本版本咧，就我哋唔係會員頻道嘅，我哋留意之後嘅視頻就會有機會。咁啊，仲有1個鐘頭到補給站，咁啊有幾樣嘢要呻一呻嘅。第一樣嘢，好彩我去足廁所食足嘢，如果唔係咧，中途啊真係都幾難搞啊。咁啊，第二佢嗰個沿路咧係真係好荒蕪。我其實有少少擔心佢唔識路啊，或者有啲咩嘢轉接令到佢出現問題故障啊，或者嗰啲嘢。咁啊 so far 全部嘢都處理得好好，冇問題出現。咁啊，餘下行程繼續。好，隨着見到火箭發射，海南商業航天發射場喺我哋嘅左手邊，咁基本上我哋已經差唔多到達我哋下一個景點啊！咁啊，亦都係我哋嘅補給站，咁啊架車應該要充電㗎啦，得返大概50%。好啦，返嚟啦。咁啊，有個好特別嘅情況啊。本來諗住休息完，去完個洗手間，跟住出返嚟睇下架車會唔會自己去叉電。佢冇自己去到叉電，佢仲喺度停咗喺度閃緊危險警告燈喺度等緊我。好奇怪！我行到返嚟啦，去到撳密碼又唔睬我。跟住我喺個地圖諗住再 set 下個行程，睇下佢係咪叉電定係直接可以喺呢度入去文昌市。佢完全冇反應，咁點算？唔知點算。
A few moments later. 真係計劃趕不上變化，神州租車服務真係冇得頂啊！咁啊，海口嗰邊原來狂風雷暴大驟雨啊！咁啊，變咗架車話到明俾我聽，不宜喺海口嗰邊繼續自動駕駛啊！咁啊，啱啱見到呢個職員同翻我講，佢話換翻架車俾我揸翻過海口。咁啊，我都樂意安排啊，因為學似佢話齋，國家規定嘅安全嘢嚟嘅，咁變咗我都冇辦法。咁啊，希望攞咗架車試下另一個體驗啦。神州租車服務相當好啊，咁啊要讚嘅。咁啊做咩呢？咁啊當話俾我聽海口完咗，唔可以繼續做嗰個自動駕駛之後呢，佢即刻安排翻我，直接送我過去高鐵站，跟住俾咗另外一架車我。咁啊呢架就犀利咯，呢架係途凌之音啊，咁啊都係電車嚟嘅。咁啊所有費用佢都話會退翻俾我嘅。咁啊等我直接可以喺文昌揸翻個海口。咁啊相當圓滿。咁啊亦都解決咗今日個行程。咁啊多謝晒大家支持。翻去架途凌道，咁啊講翻少少感言，跟住就翻海口啦。咁啊幾樣嘢啦，咁啊第一樣嘢，自動駕駛尚待要成熟。如果真係落大雨就唔揸得的話呢，咁啊第時如果未來嘅世界係出現大雨嘅情況呢，街就會真係冇車噶啦。咁啊另外各方面。包括安全啊，包括所有穩定程度啊，個車嘅設計啊，其他嘢呢，我都覺得做得好好㗎啦，基本上冇挑剔㗎啦。咁啊，去到呢一刻，咁啊，當然啦，由頭到尾我都未同大家講，呢個係試驗版嚟嘅啫，試驗性質。咁啊，但係我到目前都相當滿意。咁啊，如無意外，我就出發個海口啊，睇下嗰邊有幾大雨啦。咁啊 ，OK， 多謝大家，再見。好多謝大家繼續留喺呢個心角角嘅頻道。咁啊，如果中意呢條片，記得 subscribe、留言、分享。咁啊，俾多啲更加有興趣知道車啦、科技啦，同埋祖國旅遊嘅朋友。咁啊，用廣東話繼續同大家導航嘅心角角，多謝晒。